民航局接到检举，讲这南投灯会要使用的无人机，伊的外观甲类型参当初申请的无啥同，所以若真正飞起哩表演，可能就会违法。南投县政府就因为安尼临时来取消表演。也若台中灯会是因为有4个民众，敢若是因为人伤济，所以互相下体，落尾是无细哩，全安尼处落水里边。 今年南投灯会打造11个特色主题灯区，原定17、18两天暗时有无人机表演，不过南投县府雄雄伫17暗时公告，因为民航局临时检查取消无人机表演。县府表示，包含机型甲飞行的高度，全部按照合约的规范，不过无人机的外形甲合约有点无同，这也无法度飞。那如果经查证以后有违规的情形， 本府将会考虑向厂商求偿，并追究他的责任。交通部民航局是解释，活动取消甲检查无关系，检查合格当然会飞。不过当日检查了后，确实发现无人机的外形甲形式，甲申请的内容无同。现场提醒业者，若继续表现可能违法，是毋是取消，是由南投县府来决定。 县府后续已经保证资料提供给民航局。台中灯会17暗时也出现状况，有3个大人甲1个囡仔，因为人伤济，无细致跋落的边坎，其中1个人好亲像搬入地方池，下半身弹起。因为前面就是主灯，所以游客会很多人在这边看灯，那我们就采单向通行，往这个方向过去，那么这人流不会冲突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通道上的。 这个人流的这个通行可以加大1倍。台中市管府局表示，这几个人由工作人员甲热心的民众帮助救上花，其中1人有侧伤，不过无愿意看医生，家己离开。管府局事后改变这动线，减少人流，也加强沿线护网，才袂予意外搁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